你想吃这个啊？你能不能吃这个？我要先问你。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。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些，梦境真实的细微。你多美，你都没发觉，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。亲密感是觉醒你的温柔，挥之不去的笑脸，每秒都别在遗漏。说好啦，一会儿我们出去，你走前面，我走后面。只要你不像上次那样扑我，我们就还是好朋友。哎 ，OK。终于想起来关心我一下了吗？这哪是人遛狗啊，这分明就是狗遛人啊！又开始了！你跟你家主人一样。真能使唤人！你还想干嘛？我可不上你当啊！哼，就知道宝贝你家狗，话里话外都只关心它。难道我就不重要吗？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吓死我了！他不是都给你暗示了吗？你不开门，你怪谁？你提前回来至少要招呼一声啊！你就不怕我在你家做出什么怪异的举动？我倒是挺想知道你所谓的怪异举动是什么的。你刚才说什么重不重要？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你的宝贝狗就还给你了。哦，还有啊，遛狗花费我的时间和体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。如果下次再这样，我要3倍收费了。好啊，那你还知道？是时候让他知道了。